哇塞，这没有胳膊，哎呦，哦，这个拐弯好慢呀。哎，这拐弯也慢，怎么这么怪？这拐弯感觉他们拐弯挺顺。这好腿，还行。这个好小，这个好可爱。这个跑起来好。哦，这也穿鞋的。这个是方形的。哎，它脑袋呢？有脑袋吗？没有。看看这机器人还有灯呢。也有鞋和帽子。这个已经开始走了吧？这还叫跑吗？